Hello，歡迎嚟到 Cantonese Podcast，我係 Jessie。今日呢一集，我想同大家冚一個好有意思嘅話題——冒險。其實我哋人生入面可以冒嘅風險真係有好多，而今集呢，我會同大家一齊探討其中一部分，亦都講下點解我哋值得去嘗試。記住，每個人對風險嘅定義都唔一樣。對你嚟講好大嘅一步，對其他人可能只係好普通，反過來都一樣。所以呢一切其實都好個人化。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冒險係屬於啲好大膽、好勇敢，甚至係好特別嘅人。但我今日想講嘅係，冒險其實唔需要好瘋狂，亦都唔係只屬於某一類人。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冒險。甚至可以話，我哋每日嘅生活入面都已經喺度冒緊險，只不過有時我哋未必察覺到。就好似做一個 podcast 嘅時候，其實你完全唔知道會唔會有人願意聽你講嘢。對住個咪一個人講，其實都有少少似自言自語。但慢慢嘅，當你見到收聽數字開始上升，有人開始下載你嘅節目，你就開始覺得你應該繼續做落去。不過講真，我仲驚其實一直都喺度。你會驚分享自己嘅違法，因為可能有人會覺得無聊，甚至覺得可笑。你亦都會驚其他人批評你，更加會驚失敗。而害怕失敗呢種感覺其實真係好強烈，所以你要認識去面對佢。有就算你驚，都照樣去做。有時我哋會以為，總有一日我哋會變得完全唔驚，變得好勇敢，然後先去行動。但其實，當你踏出 comfort zone，感到害怕，係一件非常自然嘅事。重點唔係消除恐懼，而係學識接受呢種感覺，然後繼續行動。咁點解我哋要冒險呢？如果我哋一直停留喺 comfort zone 入面，其實我哋可能會錯過一啲好重要嘅嘢，例如成長、機會，甚至係一啲好特別嘅人生體驗。但問題係，我哋永遠唔知道結果會係點，可能係好，可能係壞，亦都有可能係中間。正正因為呢種不確定性，所以先叫做風險。如果有人可以保證你一定會成功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更願意去嘗試。但現實係冇人可以保證。不過冒險唔一定係啲好極端嘅事，唔一定係跳傘或者做啲好刺激嘅活動。好多時其實只係一啲好細微嘅改變，一步一步慢慢走出 comfort zone。長遠嚟講，其實可以帶嚟好大嘅變化。例如喺感情方面，有時我哋會因為怕被拒絕而唔敢表達自己嘅感受。但你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：被拒絕定係錯過一段可能好美好嘅關係，變一樣更難受。有時你永遠都唔會知道結果。就係講到工作方面，轉工甚至轉行，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決定。但其實你唔一定要一次過做一個好大嘅改變，你可以慢慢試。例如先發展一個 side project， 等穩定咗，再考慮轉做全職。所以有時候放手本身都係一種風險。因為你唔知道放手之後會發生咩事。就算你留喺同一份工作，其實都可以冒險。例如主動去做 presentation， 或者挑戰一啲平時你會避免嘅任務。我最近都試過做一次分享，雖然過程好緊張，但完成之後其實好有 madden 感。學新技能都係一種風險。因為你唔知道自己會唔會做得好，但正正因為咁，先有成長嘅空間。
外表方面都一樣，解變化成穿搭風格，其實都係一種冒險，因為你唔知道最後效果會點，但有時呢啲改變都可以帶嚟新鮮感。旅行亦都係一種好好嘅冒險，唔一定要去遠方，就算係行一條平時唔行嘅路，都可以係一種探索。其實風險可以出現喺生活唔同層面，債務、工作、關係，甚至日常選擇。有啲值得嘗試，有啲就需要小心。但最重要嘅係，你願唔願意踏出第一步？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，多謝你收聽 Cantonese Podcast。希望今日呢一集可以帶俾你一啲啟發，亦都鼓勵你喺生活入面嘗試踏出一小步。多謝你收聽，祝你有美好嘅一日，拜拜。